像生活季节，害怕破坏完美的平现在是不是剩800人？保持着距离，一颗心的遥远，我的寂寞里就听不见。我总会从这迷惘未来飞，已经对的人错过交叉点，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，我却不能挥手说再见。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。柏林，想爱你的冲动，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后的。好好听哦。有些话不能说出口，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。他说听不到你的声音。那个男人爱着你，彻底爱着你，他情愿变成影子，守候着你，跟随着你。那个男人爱着你，心却在很近。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，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？坚强像谎言一样，不过是一种伪装。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。不要应酬他们。还需要多久多长，多渴望，你再回头想他，贴在他的身旁，微笑像谎言一样，是最起码的假装。你最他妈的！不能好好说不吗？要在那边乱我。这个配乐。珍惜最后的结果，请你相信我的心。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小约定，我的感到袂当搁徛起，若不是天的可气，敢还有啥物道理？你唱啥？王静说你当自己的演唱会了。赶快唱一唱，我镜头要转走了。好了，你可以走。王琴说，还自己带卡啦，太好笑了。这是 KKBOX 里面，因为亮哥呢，他都习惯会有专辑里面有一个卡，刚好可以唱。荒山亮吗？对。哦，你们想不想看以后文心自己用他的粉丝团直播？怎么觉得声音那么小？很小吗？我不晓得我手机可能怪怪的吧。牵手的幸福好多人点哦。真的要唱？没有，你可以不用今天唱，你可以下次直播的时候唱给大家听。三心两意这也是你的歌吗？对啊。大家都在点歌好咯，这是我的粉丝团了，不要再点歌咯。
下次我会鼓励文心用他的。柏林说：“因为燕，你勾起了他的歌手魂。”对，我觉得你早上唱了，一直没机会。没有啦，我不是，是因为我比较不擅长讲话跟聊天，所以你不能不擅长讲话就一直在我粉丝团唱歌，这也不是办法。是因为小燕叫我唱，我才唱，好不好？不然对他叫我唱，我才不想唱。那你不要唱啊，你还不是会听我的。